皇上吉祥，格格吉祥。我知道吼，我爱用啊吼，无本人发的感觉的。系啊，那个你变得很好讲哎。系啊，爱用好诶，我一开始我就要用主持。哦，给我们演的主厨啊，比太太带了马个示范。你做香酥金银茄子。哦，不错。吊菜诶。你个我准备马个。好，那个有吊菜。吊菜诶。还有蒜呢啊，葱呢哈。要讲金银，金，含卵。卵黄。含卵黄。蛋。哦。呀，卵黄啊吼，当含的卵黄啦，当接就迄像比如讲苦瓜啊。系啊，个含卵炒苦瓜，其实我咩都那种东西上多的呢。系嘛？系啊，因为吼，像是讲苦瓜，有糊涂用因吼唔好啊。系啊，你是你好是苦瓜吗？好啊。系啊，但是有的人是唔好是苦瓜，因为就还是用混调出来炒看看，但是结果混调出来糖你唔好调出来啊。唔会啊，煮都好食，还能好食啦。系啊，其实很好。问题係點面色唔到。哦，咁啊，梗係點到？有冇選到呢？記得啦，我根本嘅熟誒，熟色唔到誒。唔會啦，定下嘅炒好嘅擺盤是啲啊，是做得跳硬一啲咯。都做下吼，清好嘅點就係做得調色。係啊，個人嘅人吼，做冇會錯。人嘅人啊吼，本其實人嘅，中人嘅當比色。哦，好，那個大家最好是切一半，這個條呢，其實建議嘅冇鹽梅啊，好冇鹽梅。台灣啊吼，將係用嘅吊菜全部都長長嘅咩吼，不過其實到國外像日本啊，東南亞還沒有看過，歐洲也有看過，就全部係圓嘅，圓切。有啲人好是個係圓切，你講個係肉啊，好薄啊，好細隻，係啊，講一般人可能要通通嚟吊菜嘅啦。我沒通用要油吼，我知道椰春係冇乜個好煮嘅原因，就因為假使我幫佢食好看，你就愛用先泡過。係啊，泡過佢食才會醬。吊菜一定要有泡過好食，冇用水煮啊，一下子曬就變開嚟。係啊，用水煮沒冇按醬，冇用油按醬。係啊。哦，也係乜嘅？葱呢，那蒜呢？好，葱呢，老酸呢就。是切到凍魚吧？是切凍魚。切一細節，平平冇洗要用到呀哈。係啊。好，你睇入去，之後咧要配搭去。好，剩下啲皮蛋，然後啲吊出來，然後泡泡的。全部會泡啊？皮蛋沒有泡啊？皮蛋泡泡是咧好切，要泡過啊，佢後尾等下挑梅嘅時陣，佢後尾攞梅頭再落去，麵粉。冇用麵粉，用麵粉就做得，亦係講用跟話嘅番薯粉啊。因為對麵粉哦，然後薯粉咪做得啦。用這樣因為地度嘅用嘅卵黃，後尾就出來嘅面啦，泡而家未係會切。而家先幫佢用嘅粉先生米皮條嘅。係，但是吼，你一調出來是重啲咯，講切隻加啲係麵粉下，因為佢白白，唔會過爽嘢，係啊，到要準備，準備咧，一條龍係麵粉，加卵，還有水，攪，係，以前哦，就條人就講，聽下講調出來夾好梅頭，其實咧粉點會多。即係不用掉嘅，不用掉粉，有梅頭啊，好似泡嘅時啫，其實有梅頭咧，哦，一條要條表尾啦，係啊，嚇，表好嘅嚇，好，係啊，好。等下嘅呢就，我先炸嘛，㗎，泡咧係皮蛋，哦，先泡皮蛋，皮蛋先嚟嘅泡起來，好，先用咗粉，唔記住講，哇，讓你凍燒咧，
油辣的。好，来用下伊。其实会讲，你遐皮蛋啊，酱鸡话了底袂弄遐黏黏啊，其实咪做得先去煮过，先不用水你袂落去煮过。就盲油切吼，而且贵家的先拿去煮，贵家落去先煮过，好咪做得。应该意思会跳落去泡一下哦。其实哦，你咧泡一下，你咧毛细孔打开顶下，是不是做咧酱？炒。哦，你咧炒咧乱风啊，像梅头这些时候，后尾那个梅头做落去。也咩伊个当好的方法吼。我大摆你给妈妈熟婆棒梅啊，拿到给她用的也皮蛋啊。就是凉拌豆腐。就是用金心啊嘛，其实用了皮蛋了葱条为种，是哦冻炒为做了的，冇可能的都是一般那个烤啊，然后薄切，把调到黏黏的，之后呢，就吹咪还泡泡的。你就有粉哦，去等下梅头啊，后尾做到底袂度。好吊菜的当酱吼。系啊，是泡一下。不过清酱的就迄泡的时间啦，个油会含到咁样的吊菜的地度。我用的咱唔会拌咁样的吊菜的适度烫度的油。应该你是试个油温啊，油温试下，吼，试讲，拄好紧看，你啊弄拄好，你啊冰下也是去马上是铺起来嘞，我泡过以后，当过有那个面衣，就会在下，那来拌炒，这酱料就会粘到个蛋，后尾粘到蛋糕。哦，皮豆芽米丝就会上到过年的时间，泡给甜拌油啊。哦，唔讲系啲啊吼，佢吊菜嘅营养当多，它对佢样用嘅心血管当好。迄当好嘅菜，就係唔點用嘅料理天天，假使迄講我哋個料理啊吼，就是本咱個其他嘅米絲，然後去加分，按樣就會較好食啦。像細細時節啦，就佢媽媽較唔點用嘅料理吊菜嘅，故說我哋細細就冇乜個尤其非食到吊菜嘅。一般來講，就會偷油，溫偷油啊。調膏冇是沙的，沙好了咪 Q 咯，咪係溫調膏。係啊。故說我有較多單位咁用嘅吊菜嘅咁用嘅料理嘅變化，就做啲老吊菜嘅煮到當油鐵色，喺當到出，就會當。是上都是調油膏樣嘅。係啊，我告訴你，不卡有咁用嘅有菜鹽啊，中檔到吊菜嘅啊，唔點用嘅時候，嗰就麻煩咧。就會變當到吊菜嘅，然後用嘅就硬鬆啊。慢用了不怕就鬆。不給兩條，你又不給兩條。個白連沙啊，要麼就係乜嘢轉來啊。其實嗰啲啊，你做你看，你做咧我睇像你哦，又沒有做咧，講做咖喱嘅。咖喱嘅。你從啊副歌，你做咧。味噌咧，其實你咁樣全部用到像調油膏啊，其實是創新啦。古時候見比他家就到呢個節目地度，好多三樣無共用嘅吊菜嘅料理，係第三個。胡椒粉。好，今天還有大家變個秘密武器㗎，嚟到，好，嚟到，我懂了，吊菜哦，尽量短。直接告打爆！哇，全雷打啊！哇，后生。現在你要你做，你看你。做咧，我睇像你又沒有做咧，講做咖喱嘅。咖喱嘅。你從啊副歌，你做咧味噌咧。其實你咁樣全部用到像調油膏啊，其實是創新啦。古時候見比他家就到呢個節目地度，好多三寸
善用无穷用的吊菜的料理，迄动站着。哦，哇！油稍稍。哦，我知道吼，爱用的润黄的料理，就含润黄的料理，清主要的天醋的料理啊，润黄先捞去分开来，然后装备绵来，然后看一下不泡的有冇？那不泡的就係停咗撈去炒到樣嘢。哎，用这么香哈，有流沙的感觉。係。哦，樣嘢哈。哇。用到蒜條咪幫佢煸一下，係幫佢煸一下。因為唔會做乾用愛炒個流沙咩，古早唔做唔得留個酸嘅吼，先煸哦，先煸嘅然後個流沙就做唔出來嘅。呢個巧克力。係啊。哇。個呢？李生咧用咧係皮蛋，還有一隻皮蛋，嚇，皮蛋食用下伊，嚇，係咧調菜，嚇，好多樣擦擦。古早也個鹹卵嘅卵泡冇用。唔是，咁樣卵幫是做得咧，係，先炒一下嚇。哇，青沙，哦，呢個也係用到梅頭，用到啥？呀。會用一啲啲湯，然後即係用呢個หั่卵啊，會หั่會湯會用到。好，用到胡椒粉。胡椒粉。好，點樣係？大家用到秘密武器應該睇到，好，嚟啦，誒，呢乜嘢？梅粉，咩辣椒粉？梅粉，梅粉，係。基本佢有米絲，有啲甘甜，有色香味，再可能像啲辣椒粉，其實唔係米粉。哦，你有冇有想到用安用嘅米粉？其實應該你講想到嘅做咧，嗰個苦瓜汁會糊啊，會幫佢好甜甘甜，樣所以用咧梅粉。哦。你睇下咯，葱蒜咯，哦，辣椒咯，容易，哦，好，煸一下，哇，加啲梅粉豐啊，色又變到凍醬嘅。係啊，唔等於係咪撈到喺邊間用嘅토마토辣椒嚟嘅啊，又係乜嘅紅油啊，又係番茄醬啊，誒。古說也整嘢秘密武器哦，本人看唔出來，唔係冇生唔係唔係講嘅地圖會用乜東西，個還有一地圖完全冇用水，唔是用水去煸吧，也係乜嘅，因為吊出嚟全部係用辣嘅用嘅油高嘅，算係熟嘅。係，因為紅時先哦，凍飯咯，因為飯裡哦，黐線佢，我做啲個介意樣嘛。你睇，好。對挨下，挨啲好鬼條水。哦，昨天嘛，真係當好食。好，梅頭辣嗎？多謝。好。好。當好食。要幾鹹卵啊！幾樣流沙嘅樣嘅口感，哦，佢係有啲梅粉啊，真係要加粉咧，啲梅粉有啲甘甜，然後佢那種炸過又唔係那種綿，有啲會酥酥脆脆，口感真的，地度嘅樣嘅吊出嚟地度啊，係樣啦，有啲會含着，就是那種含着汁的感覺。香菜哦，只咪做好一些實實啦，做得平平。做得平平就好，唔怕，唔怕係食高嘅，你睇變化叫佢唔怕。本小虎社長嘅，反正就是社會咩冇安排法。好，啊，厲害。好，很讚哦。原本應該要拿邊個學到嘢出，
也出个吼，大家听就个学起来，因为也出正经动作，要动简单。所有的材料啊，大家就买得到。好，也下边个做好了，呀，等于人也好，大本小武神。香酥经营茄子，葱的酸苗且油油的，雕出来且结结的，雕出来温用面粉、卵、水搅匀的粉浆，落幕炸到金黄色后留起来。皮蛋切低低，腌到面粉，热热的炸过以后留起来准备。填含卵黄，落幕炒到起泡，再加蒜头、皮蛋。雕出来炒完以後，加鹽、糖、胡椒粉、米粉調味，之後將葱的、蒜苗、辣椒的落幕炒完，就做啲起鍋咯。